乜解？嗱，執來哦！可以請你離開嗎？做乜？咁乜解？攞嚟執來哦！往邊走？往邊走？離開！往邊走？往邊走？敢會咁多辛苦，風霜一路，披上彈也乾電路，永不服輸。茫茫大洋會多前途，春夏有秋冬，碳水也太匆匆。勇敢地扮假錯，要是以下變強數，一條幹千山萬樹，以下發勇相扶。年一年滅風塵有愛，感恰有你上下天數，不是愛情清楚楚，永遠銘記在心中。不是愛情清楚楚，目光來是路。愛嘅生命就算混亂不安，有時時懂得人講，不過還係懂美妙。K. Jemisin。往邊走？來，阿倩，你坐好哈，莫停痛哦。坐對，好，乖，好乖。醫生，我在猜哦，可能我兒子之前是那個課業壓力太大了，他整天都在煩惱研究的事情，才會變成這樣。來，衛生寬壓，沒事情。好，你們看，他把自己搞成這個樣子。你莫停痛啊！你有個痛啊！好累啦，你莫停痛啊！慢點，拜託你，慢點，冇事情啊！後來冇事情，冇事情，拜託，慢點，慢點，哎呀，我咬你呢，慢點，你莫慢點啦，好累啦！
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没事情了，好嘞，好嘞，你嗨就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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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情了，没事情了，好。医生啊，迄个这种事，若无被压出，迄通研究所，佢係咪就唔會不平呢？中國關係唔好，佢咁好。咁喺醫生人就變咗阿牛，唔會好咧。我一生人都愛安尼咧。Lucky， 嗰個上班阿富唔齊，根本呢連買好出咗嚟，做成你做得，記得食。比较啊，哎呦，眼目總有會重重。啊，老男朋友贏啊，幾位貴啊嗬？哦，唔是安尼啦，感情嘅事情做乜用啊？都問你幾？為什麼？唔使，我出個要啊。誒，我嚟講啦，我攞人款式，又喺感情上面越來越好，係嘛？怎么了？喝掉。我关的。哦。啊，音乐来了，音乐来了，我们从头来哈，跟着做哦哈，继续哦，来，我们从左边开始哈，来预备。林医师，你不觉得丁妈妈的迷信已经影响到病房了？我不觉得啊，你觉得影响到什么？让平常没在活动的病人出来动一动，不是挺好的吗？我们有固定的早操，这样是打乱时间规划。更何况，总要尊重不同信仰的病人吧。他没有强迫任何人，而且我不认为这种无伤大雅的事会冒犯到谁的信仰。你不太小题大做一点，还是你觉得丁妈妈冒犯到你的信仰？有精神啊，要相信啊！6、7、8、4、2、3、4、5、6，重来！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，南无阿弥陀。最纯净的水 ，Pure Water。
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好，可以了，我脸很好痒。了，走。哎呀，你刚刚表情实在太棒了呀！这广告一定大卖的。不是查理哥，我这个造型这样真的 OK 吗？我觉得很奇怪哎。很好，很好。而且我觉得我快要过敏了，真的很不舒服。好，但还要多久？我看啊，导演，哎，是，还要多久？这最后一次，几分钟？15分钟。15分钟，你快点好不好？我们还去吃饭呢。啊，就15分钟，最后一个镜头。哎，走。就15分钟， 15分钟，最后一个镜头。最后一个镜头。好，来，我们再一个哦。口红不用补一下吗？不用，补妆，快点。哎 ，Action！最纯净的水 ，Pure Water。故事爱清清楚楚，目光来思路。搞什么东西啊？这种曲风的东西，你编这种和弦，拜托一下好不好？我歌是要拿来卖的。不然你来编呢？这是主唱的工作吗？你搞清楚状况啊！算了，你有看到他的态度吗？主唱了不起啊！超好看的，真的超帅，对不对？请问你是郭德浩吗？我朋友很喜欢你，可不可以跟你合照啊？明明就是你，快点去啊！一起来了。 1、2、3，看这里哦。好，不要。好，很好。再一张，1、2、3。一个一个来，一个一个来。好，一个一个来。我来帮你们拍照吧。好啊，谢谢。你有力不拿个点啊！哎，够不够嘞？给迄杜后狗都的歌迷听听，你做嘛呢啊？歌迷，咁唔翕相就翕相啊，输不用耐啊。这就会一张合照的 pose，OK？ 我唔定撒落乜样啊？翕相，刘天发出来示范，再转。好嘞啦，你讲听嘛？你讲嘅讲唔错，唔系T版。看到其他身位，他讲他瞪一下，用啊，你觉得够屌了？唔咩清楚呢？你一定系不搞，生系用诶，你还管掉一点嘛？这你就太夸张了吧？什么都要管。之前那个还比较好。那快点分手回去找前女友啊，小心她被人追走喽。
大家好，我是琳琳。你们今天好吗？我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我身边朋友的故事。有一个女孩，她很爱一个男孩，她为了他，从很远的地方跑回来。那个男孩都不知道那个女孩有多爱他，一定是有别的女人，因为那个女孩真的非常的好，她真的对他非常的好。我对你那么好，你竟然走掉，你是有什么问题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知道你不喜欢这样，你赶快回来好不好？你上次不是看到了一把很帅的吉他吗？你喜欢我就买给你啊。可是你都不喜欢这些，你是不相信我是你最好的对象。你现在到底在哪里？你到底在哪里？你到底在哪里啊？你要是再不出现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不会让你好过的。我跟你讲，你看我有多难过，我就会让你更难过。到时候你最怕的所有东西，最怕的所有秘密，我都会公布出来，我会让大家知道你是谁。我给你10分钟，你现在一定也在看这则直播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你一定看得到，我知道你一定看得到，我知道你一定看得到。你一定看得到我到底有多难过，你为什么不出来？你为什么不出来？看到在哪里？看我有多难过，我就会让你更难过。到时候你最怕的所有东西，最怕的所有秘密，我都会公布出来，我会让大家知道你是谁。你一定看得到我到底有多难过，你为什么不出来？你为什么要走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没有让你不开心。我们之前在一起很开心的，不是吗？只要你赶快回来，你赶快回来。你要是10分钟之内没有回来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我会让你好过的。
阿总，安怎啊？阿总啊，安怎啊？安怎？我有问题想要请问一下。好啊。我们迄个种吼，拢讲骗人发给人哦。如果你新请来嘅吼护士啊，我见把老给参详埋个事情，佢就免出书，我就唔记得老给讲嘛嘅啊。比丘正来鸦片做事，你个能力好。哎呀，讲吼，佢迄照顾人阿全主要嘅人啊，拜托你帮嘅人啊，我吃到3以后啊。你妈妈唔识笑，唔放心，我会较注意条呀。喂，来去做事啊！他明明就对他那么好，他为什么要走呢？一定是有别的女人。太扯了吧！太过分了吧！骂人家全家还叫人家去死，是觉得这样讲话都不用负责任哦。你刚刚那么激动啊？不是，我觉得他们这样不行，我要留言。好，留言你打，骂他们。我打。对，好，我打，骂他们。你就说我是精神科护理师，好，骂他们。请大家不要再攻击版主。啊？好，不要再攻击版主。版主应该是罹患了边缘性人格的患者，对，边缘性人格。他们看起来可能跟一般人没有两样，但是却很容易因为小事感到受伤，好，无法抑制冲动，做出自残等等的行为。对，自残很可怕哎。对，请版主一定要寻求医疗的协助。对。然后呢，还要再继续讲。猜猜，我觉得那个这个病人就诊日期好像有错，看一下。哦，可是我这样可能要等明天才能确认。好，那记得。哦，好。这样可以吗？你觉得还要再加？玉秋，你帮我看一下，你觉得我这样留言可不可以？要不要再加什么？就是比较专业、比较 professional 的那种。差不多了。这是什么啊？一定是有别的女人，一定是有别的女人，因为那个女孩真的非常非常的好，她真的对她非常非常的好。我对你那么好，你竟然走掉，你是有什么问题吗？现在一起有多开心啊！魏小姐，魏小姐，你看我今天美吗？赶快帮我拍个照，快点，帮我拍个照。哎，魏姐姐，快点，我要跟他们拍，要跟着相拍，这边，快点，耶，快点，耶，好这里，耶，你看这吧，耶。看一下。真好啊，也好用的啊，啊？一支迄门啊？这位小姐，不好意思，现在可以请你离开吗？这是我家，可以请你离开吗？可以请你离开，你干嘛？你给我走的了没？你干嘛你？讲啊！你干嘛你？讲啊！你要走的对个？讲啊！你可不可以离开？王碧秋！离开！
帮我绑头发，关系姐姐，帮我绑头发，这里一根。碧秋，他拿的是不是你手机啊？哎，你好，我是宇宙总统候选人丁权3号，麻烦投我一票。我总部设在阳光精神康复中心。丁权，手机给我。我跟我选民讲话，你等一下。我帮你跟他说，他不是。丁了，哎，我帮你跟他说。你为什么要拿别人手机？你为什么要乱打电话？你到底在干嘛？做马杆干什么啦？哎呦，手！哎，小姐啊，你是护士呢，你那么大声这样子会吓到他呢？哈，这么搞的，他耳朵又没有聋，你会吓到人家哎。哎呦，不讲，他拿了我的手机。手机有没有坏掉嘛？坏掉我赔你就好了啊，你不用那么大声，他又没有聋。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儿子做了什么事？莫讲，什么事情？有一个护理长，不好意思，我去处理一下。不好意思，不可以这样子啦。对，你说的对，我去处理一下。好嘞，莫讲哈。排队啊，菜茶啊。菜茶。会忝。唔会忝啦。哎，那弟哦，一片牛排唔会茶，吃过呢。哦。凊彩啊。不过，真幾無想到幾片咪會洗茶。你跟踪我？喺哪邊啊？冇啦，就視察見過幾片咯，看到風景唔會差，就停下來觀呀。啲前女友不卡看風景，有乜解好看啊？你有冇提講幾必須去吧？唔使講啊，老實講，你幾片做乜解？哪有講過嘞？我最討厭跟前女友糾纏不休的男人了。baby，你坦白講，事情那麼凶嘅樣嘅，要不你太多啦，有關嘅事情你找你長講。Yuki，嗰個想喺冷唔講花。日報有鳥喏，做乜嘅要照出去咧？但你都地不卡，冇答冇對。你媽姨留你做盤啊？你媽一做唔得通嚟出去了。好嘞，
跟哥哥下班，就带你出门。哦，又冇愛哥去上班。你有周都唔上班哦？難怪。你哋屋企唔好安尼好無？嚟到呢度，翻到按寫嘅語言，當你盡量做下班，有喊到皮，係娘誒。哥哥黐我，幫我簽翻，係黐我哥哥誒。李先生排泄啦，正經排泄啦。我搶出去下片手團，記住老門打開來咧。聽講你嚟請師傅嚟分手條。李先生，唔免挨同佢講啊，咱幾日啊來劇都無做，佢聽說要無聊的啦。我係有閒，要做對帶佢出去溜溜的啦。安尼挺麻煩嘅，等下下班，我帶佢出去就好咧。好啦，今日先嚟轉啦。嗱，出家咩照顧出家啦，唔好聽勉強啦。我先走咯。哦，這個醫生要唔要按用講法呢？我嘅態度咪唔係好，不過條擺嘅醫院那會發生了事情。講到咧，我日報會看到福卡附近這個醫院嘅前護理師我希望來老唔看過咧，薪水當當，福利又比頭擺較簡單好，考慮下啦。喂，你有啲糖冇？鹹菜啊，麻煩睇啊。故事愛清清楚楚，move on 來思路。碧秋，他拿的是不是你手機啊？东西了。冰泉，手機給我。我跟我水妹講話，你等一下。我幫你跟他說。聽到，你為什麼要拿別人手機？你為什麼要來打電話？你到底知道在幹嘛？做馬該幹什麼啦？哎呦，走！他拿了我的手機。手機有沒有壞掉嘛？壞掉我賠你就好了啊！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兒子做了什麼事？麻煩你們大家以後把隨身的物品都收好。好在這次只是手機，不是什麼危險的物品。碧秋，碧秋，是你的那意外事件通報單寫好了嗎？寫好了，通報流程也跑完了。把病房調度我來重新調配一下。丁權的主戶我就換成珊珊，然後你去負責其他的病人。阿長，我这边病人量已經完全滿了，我這樣是要寫幾本記錄啊？我也想要像李醫師一樣每天都準時下班。這是丁媽媽的要求。況且我們現在也沒有其他多餘的人可以調度了。之前不是說要進新人，都沒有人來應徵哦。你還敢講嘞？你之前要介紹什麼新同事來，一個都沒有。阿長，我有個朋友剛畢業，很能幹，他可以來這裡幫我。好，如果大家沒有什麼問題的話，我們今天開會到這邊。阿長，不用換主戶，我會更加注意。丁媽媽對你已經失去信任感了，所以如果現在不換的話，我想以後應該問題會更大吧。好了，就到這裡了，去工作吧。
妈好歹势，不挑事阿长偷贪你啉啦，听听。留下一本记录，无嘛改啦。安子噻，哎呦，安生意呀！哎，丁权，哪天发本帮你拿？條牌嘅朋友，前男友。真奇哦！好啦，我要爱吼，我要欠。我没奇怪，我都比分数没联络嘅，我留定日天翻咯。他们还说这么该，复合，做唔担忧。你瞧，你讲到冇？眼叫身體好。好，你懂好。就算大事發作來，安全都冇通到廿小時嘅。你要遵守出班冇啊？做正事是冇啊？都真好啊！佢咁要去請唔到麻煩。哎呀，懂好啦，佢哋乜嘅事情哦，都唔知嘅，啊，你身體哦，也把繼續嘅，簡單就搞轉去哦。媽，我根本已仲可以。好啦好啦。好行嘞。媽，累姨嘞，拜拜。
放弃。可惜了，啊。爸，也不用抱的，身体卡重要。嗯。抽针徛起来嘅时间，尾巴到七家马街都做会到；浮起来嘅时间，又落七家空到凤山别拉角。安尼来来去去，茫人都拄唔掉，也系我第一摆照顾安尼嘅病人，我冇办法增进体会嘅感受。佢有一个迷信嘅阿妹，我咪冇办法了解，用嘅语言态度做对人受佢安尼迷信嘅行为，可能我哋精神科也两百。了解特色嘞，也为要求嘅唔系老病人以后，点都系病人嘅病，老家庭之间嘅平分。唔干题有机会样，今无拄好拄到快呢，你要干啥？这怎样唔系快呢？我现在正在拍一支广告啊，女主角找的就是林丽耶，我是特别找她的。一定要准时下班哦。吴珊珊小姐吗？松柏小雪才是真是呢，如无好到高远啊！根本你当送去医院推接转来，万个老师唔得怪伊嘅保皮来嘅，但卖老师唔得怪伊。留下伊嘅拥抱，将伊嘅世界做地好，偷拍嘅未来无彩。你我唔被在意，嘅在未来未顺才经验，我唔被在意，马街喜爱，你系唔系？恨你呀，就写到太严重，喺你爱身边，也抢走的一撒来相依。你有空多么？我的天地也会脚步，希望做地球，希望做地球，希望做地球。就写到太严重，在你爱身边，也抢走的一撒来相依。你有空多么？我的天地也会脚步，希望做地球，希望做地球。